開始。第呢好，歡迎大家，我哋開始啦。好，咁我哋今日咧就講投資理財啦。今日咧長少少嘅，咁咧即係希望係整全版，包括係做緊嘢嘅，我仲未退休喎，咁我點樣能夠做到財務自由咧？或者夠錢我去應付日常需要咧咁樣？如果我就快退休啦，大家知道退休用好多錢喎，咁我點樣能夠退休無憂咧咁樣？好啦，開始咯喎。喺我哋講錢之前咧，先認識下錢喺生命中嘅角色係乜先。好啦，咁喺日常生活裏邊咧，世人眼中咧錢係真係好重要喎，因為點解啊？好多人話有錢唔係萬能，但係冇錢就萬萬不能。點解啊咁樣？因為錢就等於購買力，我係有錢先可以買到我係需要用嘅嘢。我要生存，我有舒生活，所有物質需要係咪啊？衣食住行全部咧我哋咧係要用錢換翻嚟嘅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所以錢就代表你購買力，代表你能夠換取到啲物質，以致你能夠生存同埋生活。冇錢乜嘢都買唔到咧，咁你就生存都生存唔到噶啦。所以冇錢係萬不能。好啦，由於錢對好多人係咁重要啦，所以甚至有啲人為咗得到錢，係咪啊？可以出賣原則、犯法，甚至賣命。因此有錢人佢就可以擁有特權啦，因為好多人肯為賣命啦，肯放棄一啲原則俾你入名校俾你做某啲嘢咁樣，咁所以咧甚至為所欲為。咁所以咧喺世人眼中咧，錢係非常重要嘅，係嘛？因為你能夠生存，你要生活，同埋原來有好多特權都攞到嘅。好啦，咁但係基督教點睇錢咧咁樣？好啦，咁佢第一件事咧就話咧，原來基督教第一句話咩啊？我哋赤身出於母胎，要變成赤身歸回。原來你光禿禿嚟喺世上，你走嘅時候咧，原來乜都攞唔到嘅，係咪啊？佢話咧，人喺世界上即係過客，死嘅時候咧，你係帶唔到任何嘢嘅。大家知道啦，世界上最勁嘅人係嘛？亞歷山大帝20歲登基，30歲已經統治歐亞非啦。佢32歲班師回朝嘅時候就病死咗啦。咁咧傳聞佢咧就嗌啲手下幫喺棺材鑿兩個窿，等佢伸隻手出嚟問下世人：我攞到呢個世界咁多嘢啦，係咪啊？但係我攞到咩走咧咁樣？好啦，咁你話我攞唔走啫，可唔可以留翻俾我仔女啊？好啦，當你留翻錢俾仔女嘅時候，有咩後果啊？大家知道咧，要成功係要去學習，要去鍛鍊，要去磨練，要去衝破好多困難先能夠成功嘅。好啦，咁所以如果我知道阿爸有錢，咁你估我仲會唔會係要俾心機讀書？仲會唔會面對困難嘅時候要捱過去？係咪諗方法去突破咧？咁我咧就唔會噶咯喎。咁所以好多人咧冇才啦，因為靠爸就可以入到大學啦，注意咗啲咁不學無術啦，仲要咩無德喎？我阿爸係邊個？你要聽我話咁樣係咪啊？放肆注意咗啲好多嘢啦。好啦，咁所以好多人咧話咧富不過三代，因為你有錢，你可以照顧你仔，但係因為你有錢，你嘅仔無才無德，所以佢就教唔到佢下一代啦。所以咧富不過三代，第三代就敗晒。好啦，仲有咩啊？你一死會家變嘅喎，佢哋爭家產啦。最明顯例子就係皇帝啦，因為做到皇帝就係一人，即係佢話晒事咯喎。所以兄弟都冇情講啦，大家都爭住皇帝，咁而家李世民話殺佢兄弟奪咗啲咁所以咧點啊？即係你其實係帶嚟你嘅家庭嘅不和，甚至係點互相仇殺，係咪啊？好啦，所以有啲富豪咧選擇攞捐，就將錢捐晒佢。咁我有朋友都係喎，咁佢話咧，佢同個仔講，佢都唔錯有幾有錢嘅。佢話嗱仔，我所有嘅遺產我捐晒出去㗎啦。但係喺我有生之年，你想讀乜嘢，你想做咩生意，我全部支持你。但係你要自己打錢啦，係啦，啲錢咧將來唔會俾你嘅。好啦，第一件事錢攞唔走，好啦，留俾下一代可能害咗佢。好啦，咁在世錢係咪啊？換唔換到一啲豐盛生命咧咁樣？錢買到舒適嘅床，但係買唔到安眠，係咪啊？好多人咧都話係失眠嘅喎，係嘛？食安眠藥都冇用喎，係咪？你有錢都冇用得失眠。好啦。買到美酒佳餚，買唔到胃口，買唔到品嚐嘅心。好啦，買到書香雜誌，但買唔到智慧；買到化妝品，甚至可以整容，但係買唔到一個美麗嘅外貌、為體型。喂，我係高係矮，你點整容法都冇用啦，係咪先？係嘛？好啦，買到醉人嘅娛樂，買唔到喜樂；買到別墅豪宅，買唔到溫暖嘅家；買到名醫良藥，買唔到身心靈嘅健康；買到保鏢，買唔到安全感。買到性嘅交易，買唔到捨身嘅愛。原來
好多好重要嘢，安眠啊、好嘅胃口啊、智慧啊、美麗啊、喜樂啊、溫暖係全部都唔係用錢可以買到嘅，係嘛？原來我窮都一樣可以有安眠，一樣可以有一個溫暖嘅家，有喜樂、有愛，係嘛？有心靈健康。好啦，好多有錢人甚至話咩咧？我哋睇下當代啊，所羅門王喺當時佢係最有智慧，亦都最有錢嘅啦。好啦，咁佢話：凡我眼所求的，我沒有留下不給他的；我心所樂的，沒有禁止不享受的。原來佢話：我有錢，我有權，我有智慧，我所有想要嘅嘢我都攞到，我亦都唔會話點啊下手財路，我係會享受呢啲嘢嘅。我心所樂嘅，我冇禁止我唔去用。後來我察按我手所經營嘅一切事和我所勞碌嘅成嘅工，誰知都是虛空，都是捕風，係毫無益處。呢一個咁有錢咁有智慧，佢臨老嘅時候話俾人聽，雖然佢享受咗咁多嘢，但係都係虛空，都係捕風，對佢毫無益處。哇！你講嘢啦咁樣係咪啊？好啦，睇下其他大王，當之大王講咩啊？錢財將人嘅歡笑老去，佢將焦慮煩惱帶俾佢。唔使講咩嘢啊！大家喺公司裏邊可能都係做緊主任啊，或者做一啲中情幹部，係咪？好啦，你諗下，你都好多嘢做，好煩係咪？你諗下，如果你做一個大財主，哇 A 咁多企業，唔係呢度又話罷工，嗰度又話加稅，呢度又話俾人打劫，呢度又收陀地，你因為幾煩，你要處理咁多嘢，係咪啊？好啦，咁所以咧佢話咧，當你有錢，你唔想冇，你好想咧維持你嘅地位，咁你就要同好多人競爭啊，好多人想害你啊，你好多嘢要打你咁樣，你諗幾煩，係嘛？你越大間公司越多嘢搞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無數人努力向上爬，希望成為首富，係咪啊？但係已經成功登山嘅話俾你聽，山上只有遺憾。原來發覺佢所得到嘅嘢，俾唔到佢佢最想要嘅滿足快樂，反翻嚟講帶嚟好多嘅唔好處，係咪啊？帶嚟健康啦，犧牲咗家人啦，犧牲咗朋友啦，住住有啲犧牲咗良知啦。咁你仲會唔會繼續去攀山咧咁樣？好啦，咁所以咧有個簡單總結，金錢確實係咩咧？第一件事，錢係帶唔走嘅，你賺到幾多都好，都要留翻喺世上。第二，原來你賺到嘅錢唔能夠換取豐盛嘅生命。真正豐盛嘅生命，其實有好多嘢係唔需要用錢換到嘅，係嘛？佢只係幫你換到物質，但係物質係咪帶俾你享受咧？帶俾你豐盛嘅喜樂咧？好啦，而且我哋將來要向神交帳嘅喎。所以我哋唔可以為錢去賣共良知，我哋要善取，亦都要善用，因為我哋點樣攞錢，我哋點樣用錢係要向神交帳嘅。好啦，咁所以我哋唔應該做錢嘅奴隸。咩叫奴隸啊？就係為咗錢乜都肯做，最後你賺到錢都好，即使賺到都係同得只有錢，乜都冇晒，你冇咗良知，冇咗健康，冇咗朋友，冇咗家人。好啦，咁咧雖然錢好重要，我哋要做錢嘅主人。咩叫做錢嘅主人啊？就係我哋唔會俾錢支配，相反嚟講，我哋去支配錢。咩叫支配錢啊？就係我哋為咗有價值嘅嘢可以賺少啲，係嘛？如果懂得去善用我賺到嘅錢，係嘛？去做更有價值嘅事，去分享財富，唔係做拜金族守財奴。好啦，其實好多人咧唔夠錢用，唔係滿足唔到需要，只係滿足唔到無窮盡嘅想要啫，係嘛？衣食住行最基本嘅，你要食嗰啲嘢係嘛？劏房又好，瞓有地方瞓得到係咪？得係咪？好啦，咁所以咧，其實基本需要嘅嘢咧，好容易滿足到，但係我哋滿足唔到嘅係想要嘅嘢啫。只要能夠知足，享受簡樸，人會少咗好多煩惱，少咗憂慮，人有更多時間，人會更加快樂，更多自由，更多時間空間去享受豐盛生命。因為其實快樂來自咩啊？知足就會常樂，可以自得其樂，亦都助人係為樂。咁呢三個就係快樂之道，其實係同物質唔係太大關係。好啦，咁其實咧史上咧有好多基督徒咧理財好好嘅喎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一下基督徒理財嘅典範就係史上嘅首富史上首富係咩咧？唔係某一時嘅首富，係歷史上最勁嘅一個人喎。好啦，咁咧史上十大有啲排名榜呢個高啲，有啲嗰個高啲。10大裏邊一定有呢個人㗎，就係石油大王巴菲特。佢點有錢法咧？喺1890年，佢係做石油嘅，佢嘅業務係佔世界喎，唔係淨係美國，係全世界石油裏邊咧，由開採去到出售85%都係佢嘅，即係話全世界油田係嘛85%係嘛？佢嗰個嘅開採提煉
出售全部都係水去嘅80%。巔峰期咧，佢有14億美元，係1913年嘅價錢喎，14億喎，嗰陣時嘅數啲美元喎。好啦，而佢係咩啊？佢係一個虔誠嘅基督徒嚟嘅，佢係浸信會會友，每個禮拜日都返教堂嘅，佢每日睇聖經嘅。佢話咩啊？佢話佢嘅錢係來自上帝。原來佢賺到錢唔係靠個人努力同埋才智，係上帝俾佢嘅。當然自己一定要努力啦，但係更加係上帝賜俾佢嘅。佢認為咧，人生目的係咩啊？就要努力賺錢。我哋係盡忠於上帝，上帝俾得你咁嘅機遇，你努力賺錢，但係唔係俾自己用喎，係咪啊？唔係咧做守財奴喎，佢要努力嘅儲錢，然後努力嘅捐錢。我哋睇下佢做生意點做法嘅。佢冇因為成功壟斷咗85%嘅石油市場，而點話哇，全部嘢都係我嘅咯喎，係咪啊？咁佢調高嚟賣，佢唔係咁樣做。相反嚟講，佢將日常用油大幅壓價，比佢以前壟斷啲錢咧係平咗80%。佢1885年寫俾佢合夥人係啊嘅信咁樣講，佢話：我哋要大家繼續努力啊！我哋要永遠記得，我哋係目的係為咗窮人提供用油，而且必須係又平又好嘅油，係嘛？所以點解啲人會買佢啊？如果你係奸商，你呃咗一次，下次就唔會幫襯你㗎啦。佢所以由全世界咁多人幫襯佢，就因為佢啲油又平又抵用咯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而且佢點啊？佢喺老年嘅時候，佢將佢嘅目標，佢嗰個嘅人生咪擺去侍奉賺錢嗰度，佢係做咗慈善。佢一生人總共捐咗5億5千萬，佢嘅身價14億，佢捐咗5億5千萬，開咗富豪捐錢嘅先河，係嘛？捐咗1/3咁滯。好啦，咁所以我哋知道咩啊？原來上帝俾我睇基督徒點解要賺錢啊？你係要盡忠於上帝，你要向上帝交賬，你係要努力賺錢，但係唔係俾自己享用喎，你係要幫窮人，係嘛？去努力捐錢嚇。好啦，而且佢做生意點做㗎？邊個話從商嘅要成功嘅一定要狡詐？神喺度掌權，係嘛？神話過你喺小事中心，佢會俾大事你做。你想做嘅市場首富啊，佢就係一個好忠於上帝嘅一個人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呢個就講咗，我哋睇到冇錯，錢日常生活入邊，我哋生存生活必需品好重要。咁但係作為一個基督徒，我哋知道原來你帶唔走嘅，你都活唔到豐盛生命嘅。我哋要向神交賬，我哋要盡忠，我哋要努力賺，但係都努力去用啊，善取善用。好啦，咁啊回翻到頭，現實世界係點嘅咧？我哋面對現實，原來每個人咧都面對好沉重嘅財務負擔。好啦，原來香港人咧好多人都入不敷支嘅。好啦，第一個喺呢一個嘅星島頭條啊，2023年咁講，佢話咧調查指出32%至到40%嘅受訪港人表示過去數月係入不敷支，係全亞洲最高比例。原來好多人唔夠錢使嘅，有1/3至到去即係40% 係唔夠錢使啊！即係月光族不如咧，仲要唔夠錢。好啦，僅有40%嘅香港人咧有半年嘅應急錢，即係話佢儲咗半年嘅支出，只有40%人有半年支出啫喎，即係大部分人就係儲唔到錢，儲咗嘅錢都唔夠半年用。好啦，而70%人咧係欠緊債嘅，咁可能供咗樓啦，可能即係欠家數啦，有幾多人係欠稅貸啦咁樣樣。咁原來咧70%人咧都係賺緊錢嘅。好啦，而咧喺2020嘅數據話咩啊？65歲嘅長者咧貧窮率係40%，好多人唔夠錢退休嘅。所以點解你見到咁多老人家係做看更、做司機？哇！你見到啲小巴司機啊，啲司機哇仲老過你阿爸，係嘛？即係好老嘅好多人都係嘛？咁所以點解仲要揸車啊？就係因為唔夠錢咯，係嘛？咁咪要執紙皮啊，諸如此類。好啦，咁所以原來現實世界係好多人都唔夠錢使嘅喎。好啦，點解入不敷支啊？其中原因好多嘢好貴。香港出名樓價貴，全球咧香港樓價係最貴之一係嘛？咁樓價貴即係租金貴㗎啦。你睇下個租金佔幾多？跟住好多香港人咩啊？香港醫療好貴喎，係咪啊？各呢樣各樣幾多錢啊？咁樣係嘛？有好多人咧係俾仔女讀直資啊，國際學校哇幾多錢學費啊？係嘛？揸車知道香港有錢油價係好貴㗎啦。仲有長者如果你住院舍嘅嗰個老人院幾貴咧咁樣。咁所以香港好多嘢咧都好貴下喎。第二，香港人消費習慣，原來好多人咧即使係借錢都一定要去旅行嘅。佢做得咁辛苦，點都要減一壓，仲要去啲好貴嘅旅行，咁所以點啊？即係話好多人係唔識用錢，即係咧係好多無謂開支咧係用咗去煮嘢食好啲啊，咁辛苦賺咗就去食好啲啊，玩
玩啊，諸如此類啲。仲有好多人而家好多人唔想打長工嘅，中意打啲即係點啊？啲做下 part time 啊，做下啲即係做啲freelance 啊咁樣係嘛？唔想長期負擔。好啦，仲有好多人唔識投資啦，10個散戶9個都輸錢嘅，60以上嘅咧係冇點解被動收入來源，即係唔識去用錢去揾錢係嘛？咁咧唔識投資又唔成啦，咁所以咧就面對好大嘅困難。好啦，唔夠錢使，而家你賺到錢都唔夠錢使啦。仲要你老咗之後60歲退休嘅時點啊？你冇錢賺㗎咯喎，咁點算咧咁樣？好啦，咁所以而家睇埋退休用幾多錢咧咁樣。好啦，咁咧我哋睇睇喎。嗱，如果假設你退休之後每個月用1萬蚊，1萬蚊假設啊，好啦，咁你60歲退休啦。咁如果你有唔同嘅年歲壽命，當你100歲，而家好多人都話啦，係咪啊？即係咧係長命82歲，因為而家咧醫療好雙盛啊，係嘛？而且香港人咧嗰個嘅食物各方面都唔錯，係咪啊？即係最多人焗餓死係咪？水都好好咁樣，咁所以咧咁假設你當100歲啦，容易睇啲。好啦，即係仲有40年命。好啦，咁40年命，如果每月1萬蚊，要幾多錢啊？咁樣如果你儲咗錢之後退休之後仲攞去投資嘅，假設你每個年嘅回報都係4%，因為過去40年通脹率咧有高有低，拉勻係4%，咁我哋 project 未來40年，即係話你60歲啦，跟住100歲死係咪？呢40年咧大約都係拉勻咗4%啦，通脹好啦，咁如果我係點啊？通脹今個月今年1萬蚊夠使，出年就點啊？10400蚊嘅咯喎，4% 通脹，後年就10800蚊嘅咯喎，即係有通脹嘛。好啦，咁所以而家1萬蚊夠使啫，1年之後14000蚊咯喎。咁但係如果我識投資，我將我退休金攞去投資，回報係4%咧，咁我儲咗1萬蚊，今年夠使啦。我儲1萬蚊係出年，因為我識投資嘛，我1萬蚊會升值，變到10400蚊，咁所以抵消通脹。咁所以咧，我而家係為到將來40年，每年咧每個月儲1萬蚊咧，因為佢會隨住呢一個投資回報有4%咧，同物價同步上升。咁所以咧，我就1萬蚊係夠使嘅，因為我而家有1萬蚊，1年之後佢會升值，係嘛？等同於物價，再1年之後又會升值，等同於物價。咁所以咧，我1萬蚊夠使。好啦，咁所以點啊？如果係咁咧，我每年都係用1萬蚊夠啦，因為會升值啊嘛，我要投資回報。好啦，1年有12個月，40年，好啦，咁所以就480萬。如果你60歲退休，你攞住你退休金係攞去投資嘅，而回報咧有4%嘅，有冇咧？咁諗下，如果有4%咧，咁你480萬咧就可以俾你退休用，即係夠你每月有1萬蚊使啦。但係如果你唔投資，係嘛？完全唔投資，咁點啊？咁你要儲幾多錢啊？如果我哋咧唔投資嘅話咧，我今年退休60歲嗰陣時1萬蚊，我唔投資喎，咁我1年之後要1萬蚊唔夠使咯喎，10400蚊嘅咯喎。好啦，再下一年咧10800蚊嘅咯喎，咁我要咧，因為我唔投資啦嘛，咁所以要儲定咧通脹升嗰隻咯喎，我要幾多錢啊？1145萬，即係如果你唔投資，儲1145萬咧，佢就可以夠你今年1萬蚊，出年10400，後年10800蚊，你要儲咁多錢先夠使命。如果你唔投資要咁多錢，咁你儲唔儲咁多錢咧？好啦，呢個數字咧唔同計數機有唔同嘅數字㗎。好啦。跟住再問啦，呢個假設係咁咯喎，好啦，咁你睇翻喎，咁如果你假設得90歲啫，咁你做360萬啦，係嘛？11200乘以30年，係嘛？如此類推，呢個冇投資唔投資嘅就要咁多錢啦。1萬蚊夠唔夠使咧？如果你有一層供滿咗嘅樓嘅，淨係純粹生活費1萬蚊一個月，純粹生活費，即係話唔使供樓啦，係嘛？就係衣食咁樣都勉強夠嘅，係咪？但係如果你冇呢一個自置物業咧，要租咧，哇咁好唔夠使咯喎，1萬蚊你要交租係咪要成？好嘛，第一件事。好呢度點解用1萬蚊咧？因為人人使嘅錢都唔同啊。如果你話要15000蚊先夠使嘅，咁你就乘呢個數字咧，乘1.5，你明嘛？如果有2萬蚊先夠使嘅，咁呢個乘2，咁你自己用比例計啦嚇。好啦，即係話講咗1萬蚊夠唔夠使咧？如果你已經有自置物業，掹緊都夠使嘅，純粹生活費啫喎，未計其他醫療啲喎，仲未計冇人院開支喎，一陣同大家計醫療喎、殮葬喎，未考仲冇遺產嘅喎，你用晒嘅咯喎嚇，死人用晒喎。好啦，第二件事咧就係你儲咗480萬，你會唔會將全部錢攞去投資咧？因為你 hold 一半係現金，
係嘛？或者擺喺銀行紅簿仔，或者做定期冇4厘息嘅喎，係嘛？好啦，咁唔會有人將全筆錢攞去投資嘅。如果你只係攞一半去投資，咁咧呢度假設係全部有4%回報嘛。如果你又只係攞一半咧，咁我一半要8%回報先得嘅咯喎。如果你得4%就唔知儲咁少錢嘅咯喎，呢筆錢唔夠嘅咯喎，你明我講咩？因為你唔會攞晒呢筆錢去投資㗎嘛，你只係攞部分啫嘛。咁你咪要儲多啲錢咯，係嘛？好啦，仲有如果你長命過100歲咧，呢個啱夠100歲喎，即係100歲生日下一日你冇錢用嘅咯喎，要燒炭嘅咯喎，咁所以點算咧咁樣？好啦，仲要今日1萬蚊夠使啫，到你退休時有通脹嘅喎，所以如果你10年之後先退休咧，今日1萬蚊，10年之後要14800蚊，即係話呢度乘以1.48。我睇下，如果你20年之後退休咧，要21911，即係1萬蚊等同於20年之後咧要21111咧，先等於今日1萬蚊嘅嗰個嘅即係嗰個嘅即係購買力。好啦，咁所以哇，原來咧淨係生活費都要儲唔少錢。好啦，仲有病咧。好啦，原來老人家咧呢啲病好 common 嘅。好啦，咁咧每年開支要幾多錢咧？可以假設係嘛？我哋慳啲使啦。咩叫公私合營啊？就係話小病嘅盲腸炎啊，或者係有咩嘢咁樣樣，就睇私家。因為咧你盲腸炎啊咩擺落去脹啊，你等政府3-4年先再得診，仲要等3-4年先可能去即係做一手術，咁又排拖係咪？咁所以咧小病嘅俾得起嘅就私家。如果大病嘅你俾唔起啦，哇！因為做個 cancer 仲要40-50萬啊，住嗰啲係嘛？咁你咧就要睇政府啦，排期都要啦，都冇錢俾嘛，喺度排期啦。好啦，如果係咁咧，即係話小事就睇私家，大件事點解？早期即係話你投咗10年上啦，每年要用8000至到15000蚊。好啦，如果係晚期即係咧退休之後20年上咧，你就要用好多錢喎，每年要用3萬至6萬蚊，大約一世人要用80萬至150萬，即係正話除咗嗰個生活費之外，你要儲咁多錢係按醫病嘅。好啦，咁好在咧，大灣區嘅醫院咧，再同大家講，大約香港消費嘅1/3咁上下啦，5/1至1/3咁所以咧就即係真係根本上就係大灣區醫啦。好，一陣再講喺度醫療費。好啦，仲有咩啊？我哋原來老到咁上下就點啊？要人照顧咯喎，仔女可唔可以照顧到你咧？我要翻工嘅喎。係嘛？你要插喉咁點算啊？咁樣或者你即係點啊？行路攞嘢都隨時跌低嘅咁樣。咁咧，如果你要做老人院係嘛？好啦，咁樣咧係輕度嘅基本照顧，俾你有得住有得食嘅啫。咁就要呢一個嘅6000蚊一個月，至到12000蚊一個月。好啦，咁如果你係要一啲咩高度護理嘅咧，就15000蚊至到28000蚊。咁有唔同價錢嘅，因為任何嘢都有淘寶價，有京東價，係咪？有呢個Sogo價，咁所以你都可以有唔同嘅。即係品質，咁你可以揀啦。咁你諗下，哇，要幾多錢先夠退休咧？咁樣，如果仲要住老人院喎，好啦，大灣區老人院咧，大約5000蚊一個月啦。普通嘅護理嘅1萬蚊都夠啦。好，咁所以咧點解要識理財啊？係嘛？唔少人咧月餐清，仲要咧借錢使嘅，係嘛？每月都唔夠錢使，仲遑論點啊？為退休準備，係嘛？咁所以咧，如果我哋唔識理財咧，要面對好多嘅困苦，因為有錢冇錯唔係萬能，但你冇錢就萬萬不能。你唔學識理財，財都唔會理你。咁我哋點去退休咧？大家知道你退休金有幾多錢咧？200-300萬咁樣，夠唔夠使咧咁樣？好啦，從中介角度，我哋要學識咗個好管家否則連神俾呢個5000蚊都蝕埋，係嘛？2000蚊、1000蚊都可以跌埋，你邊度可以去食膠醬咧咁樣？係嘛？神俾我哋有生命、有恩賜、有機遇。我哋就要為上帝係嘛賺更多嘅錢以至我哋有更多時間去侍奉，我哋有更多錢去奉獻。石油大王羅菲勒就係一個好嘅例子。佢話：我賺到錢係上帝俾我嘅我人生目的係做咩啊？努力嘅去善用我嘅才幹去賺錢，唔係俾自己使，係努力嘅，唔係消費喎，係儲起佢嚟到咧係幫助更多有需要嘅人努力捐錢。呢個就係我哋要做管家同監長。好啦，咁所以。咦，原來我哋都有好多嘅困難喎咁樣。好啦，咁究竟有冇成功個案咧？原來有喎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咧，有咩成功個案，同埋佢係點樣能夠突破，係嘛？能夠成功咧？有咩方程式咧咁樣？好啦，睇下一個嘅人一個嘅80後慳妹，咁即係話咧喺1980年以後出世嘅，咁而家大約40歲左右啦。好啦，咁佢咧當年29歲，係嘛？當年咧呢一個
2012年咧10年前啦，10年前佢咧29歲嘅時候咧已經有6個物業，唔計自住喎，即係話自住一層，仲有6層樓收緊租嘅，市值2500萬，佢做緊按揭嘅，扣埋按揭都淨值1500萬，29歲就有自住一層樓，仲有咧6層樓咧係淨值1500萬。好啦，哇！呢個人咁勁嘅，呢個人05年先科大畢業，佢係第一份佢做工咧係賺9500蚊一個月啫。好啦，因為係工廠打工，做工廠妹。好啦，連埋加班費咧就3000蚊，就每個月12500蚊。好啦，但係佢咧係點啊？佢俾咗5000蚊家用俾屋企啊！原來神祝福嗰人咧，佢唔可以唔顧家，佢真係顧家喎。佢俾咗40%，你俾40%家用啊？佢俾40%阿媽係嘛家用，自己即係用2000蚊。好咁，因為佢做工廠啊，喺東莞啊，所以佢唔喺香港啦。佢咧就點啊？佢住屋工廠，食住喺工廠，每日俾70蚊嘅啫。做工廠唔買衫、唔化妝、唔娛樂 ，OK？ 佢供500蚊 MPF。好啦，咁所以每月有幾多錢剩啊？12500蚊減去呢度咧，每個月可以儲5000蚊。一個人係嘛？月入連埋加班12000蚊，佢儲到5000蚊喎，係嘛？俾5000蚊家用喎，儲5000蚊喎，連埋雙紅花紅咧，佢儲咗9萬蚊。好啦，佢男朋友咧做教師嘅，月入16000蚊，亦都儲8000蚊。咁啊，年儲咧就9萬6。好啦，儲咗錢之後點咧？佢去投資啦。好啦，咁佢咧不斷加班啦、投資啦、賺咗錢。2年之後咧，佢哋即係未結婚㗎，就做咗90萬。好啦，咁但係08年金融海嘯咧，係人都蝕錢㗎啦。佢蝕值70萬。好啦，跟住見到大孖沙、李嘉誠啊、郭老太啊開始入市啦，回購股票啊，開始買地啦。咁即係話呢啲大孖沙覺得係點啊？個經濟復甦啦。咁佢就買咗個海濱南岸305萬，500幾尺嘅做結婚之用。1年之後咧，就將佢轉按加按套現210萬買鋪，跟住就炒股票啦，跟住咧買地鋪啦，出租物業啦。佢咧就點啊？佢好慳嘅，佢自己租買層樓噶嘛，佢咧就租俾人住，自己搬翻去同奶奶住，跟住咧就攞租金幫奶奶供樓，幫自己供樓嚇。咁佢咧就點啊？咁就即係唔使將佢嘅人儲咗錢去供樓啦，咁佢就即係跟住攞啲錢去炒股票啊、炒金盤啊、炒居屋。好啦，咁所以咧點解佢能夠成功啊？成功第一件要儲錢，原來先係將啲錢去揾錢，係嘛？好啦，咁所以咧佢慳會捱10年，等儲蓄同投資滾存之後就可以上岸啦。凡事都有代價嘅，而家慳一啲，等儲蓄增值之後咧，1蚊變10蚊，將來咧就好用好多。好啦，咁我哋睇下原來成功嘅例子係咩咧？原來你要賺到日常生活費，仲要賺到退休用嘅錢。要透你個勞力去賺咧係好難嘅，因為你賺咗嘅錢都唔夠使，你仲點可以儲到錢去退休咧？咁所以一定要識得去儲錢，又用錢去揾錢。好啦，假設你儲咗1000蚊，1000蚊啫，一世人即係儲1000蚊啫。好啦，你20歲就儲咗1000蚊，原來攞去投資，好啦滾存，如果回報都係10%，好啦，咁咧10年之後幾多錢啊？40年之後60歲啦，你20歲儲起1000蚊，跟住以後唔儲錢啦。好啦，嗰1000蚊咧，1年之後變咗1000，如果10%回報啊，就係點啊？1000乘以1.1就1100蚊。好啦，跟住咧呢1100蚊咧個本加埋嚟咧，再乘10%咧，咁呢個本1000蚊乘以10%就100啦。然後呢個利息再乘10%咧就10蚊咯喎，所以你有咧1210蚊啦。咁如此類推，好似雪球一樣，越滾咧就個本滾落去變咗利，本同利再滾，咁所以咧。1000乘1.1乘1.1乘1.1，如此類推咧，40年之後咧就變咗呢個1000蚊變咗45000蚊，45倍。好啦，如果1000蚊滾存係嘛40年，利息率係30%咧，30% 係幾多啊？係呢個，呢個係8萬3600萬。原來1000蚊滾存40年，每年乘1.3，40年之後咧。1000乘1.3乘1.3，40次就變咗3600萬。所以原來係點啊？我哋要令到嗰啲錢去揾錢咧，咁我哋咧就可以點啊？唔使自己賺呢筆錢翻嚟，係用1000蚊賺翻嚟嘅。我除咗勞力賺到錢咗啦，我1000蚊變到呢筆錢出嚟，1000變咗3600萬。好啦，如果唔係淨係儲1000蚊，我係每個月儲1000蚊咧，咁幾多啊？嗱，如果每月儲1000蚊。
如果回報率 10%， 我每個月儲1000蚊啫喎，我退休40年啊，之後我60歲嘅時候幾多錢啊？630萬。原來只要每個月儲1000蚊，佢回報率係 10% 咧，我就會有咁多喎。因為點解？我第一個月儲1000蚊，滾存39年零11個月，再下個月儲1000蚊，係滾存39年零10個月。咁所以咧，你每月儲1000蚊咧，係咪？咁你總有480個波幫你賺錢。除咗勞力賺錢之外，我第一個月搣1000蚊出嚟賺錢，下月搣1000蚊出嚟賺錢，再下月出1000蚊出嚟賺錢。咁所以咧，我咧就點啊？有480個波幫我賺錢喎，係咪？好啦，咁所以咧會賺我幾多錢啊？如果我喺我嘅回報率30%幾多啊？呢個係8萬，呢個係1000萬，呢個係萬萬，係57億。原來每月儲1000蚊，稅休嗰時咧可以有57億，只要你回報率30%。好啦，咁你請有冇30%咁多回報啊？另外第一個問題，第一件事有冇咁高回報啊？第二件事，你而家先同我講，我45歲咯喎，係嘛？咁我仲有幾多個月啊？好啦，咁你點啊？嗱，你45歲，即使45歲，或者你55歲都好啦。你話哇，我就快退休咯喎，咁點算啊？冇人話俾你聽，60歲就要停止投資噶嘛。啊，我係退休之後先全職投資添，有問題啊？咁所以從來咧冇人呃你嘅啫，你係60歲咧就應該保守啦，即係儲起曬錢唔去投資。你唔去投資，你好多錢先夠使。我都唔想投資，但係問題你唔夠錢使係要㗎啦，係咪先？啊，好啦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已經45歲啦，咁你而家仲有15年啦，係嘛？15年咧，你點啊？每個月儲1000蚊，咁你唔單止啊，嗱，即係講咗咧，第一件事你可以褪遲個退休個年期，你唔單止45歲可以投資，你投資60歲之後70歲都仲可以投資㗎嘛，可以向後褪嗰個投資年期。第二，你唔單止儲1000蚊㗎咯喎。係嘛？因為你已經係去到中年咧，你已經係到主任級啊、主管，咁你又可以投資㗎嘛？唔係每個月儲1000蚊，係每月儲5000蚊㗎咯喎。咁如果我每月儲5000蚊咧，乘5咧，呢度已經係點啊？200幾萬㗎咯喎，係嘛？5倍係嘛？就話講咗，仲要你點啊？你仲要60歲之後仲投資㗎喎，同埋你一60歲之後點啊？你唔係得5000蚊投資啦，你有退休金，可能100萬，可能有200萬，係可以投資㗎咯喎。好啦，咁你大家睇下，如果你60歲有100萬，100萬啫。可能退休金唔止100萬嘅喎，可能你300萬，你攞100萬去投資啫。如果回報率係30%咧，嗱，20年之後，我60歲攞100萬，嗱我退休金有300萬，我攞100萬去投資，另外200萬都可以去做一啲即係定期啊，最保守啲嘅，係咪？我攞100萬投資咧，如果回報率咧係30%，好啦，20年之後80歲嗰陣時幾多錢啊？我有呢個係萬喎，係嘛？即係億喎，啊呢個係萬單位，呢個萬嚟嘅。一個10、100、1000萬係1.9億，咁你都有100萬可以變1.9億都可以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你係要繼續去投資嘅，因為好多錢都唔夠使。咁所以咧，咁你話咦有冇30%回報啊？嗱，應該會詳細解釋呢個表嘅。咁你睇下咧，黃色啲就20% 回報以上嘅，跟住話唔係冇喎，好多喎，應該我詳細同大家講。好嗱，咁所以咧簡單嚟講，打工仔理財點咧？單靠勞力、赤手空拳，要賺夠錢應付日常開支都唔容易啊！仲要應付埋退休係甚艱難。好啦，因此我哋必須要儲蓄、善用投資，用錢去揾錢，生多幾個仔出嚟，用佢哋幫你揾錢，每個月生嚿錢出嚟。嗱，以後呢筆錢就幫揾錢㗎啦，下月生筆錢出嚟又幫揾錢㗎啦。咁所以咧，一定要儲錢，第一件事，第二件事就係要點啊？去投資。好啦。咁一陣間再教大家投資啊！呢個第一 part 我先講係點樣去賺錢、儲錢先。好啦，所以第一件事揾份好工。點解要揾份好工啊？就係你能夠有能力做到嘅，係嘛？能夠咧係點啊？善用你才幹嘅，喺能力範圍賺到最多錢嘅。好啦，咁你要不斷增值喎。即係點解？增值嘅目的咧就係要你做嗰行嘅專家。因為咧長江後浪推前浪，而家有 AI 有成我。教30年書啦，好啦，咁而家後生啲，哇又識 AI 乜都識，佢學緊嘅係最新嘅科技，我係學緊30年前嗰套嘅知識，而家咁多年之後係嘛經濟發展都唔知發咗幾多啦，咁你仲係嗰套嘢，你點去同後生爭啊？係人都請後生炒你啦，所以而家匯豐嗰啲人就話炒係炒中層，因為點解炒個中層可以幫我請2個後生嘅，佢哋又學緊最新嘅知識，佢哋又精神又有體力，係咪可以搏殺？贏嗰個奀，咁所以點啊？你要不斷咧保值，做緊呢行專家，以至你無可替代，可以保住份工，仲要可以搏到升職咁
咁你可以增加收入。而增加收入咧，我哋投資就唔係去使多咗佢。咁咧第一件事要保住份工，第二件事希望升到職。好啦，第二件事咁除咗賺錢之外咧，就要儲錢啦。無論點都好，一定要節約開支，係嘛？只係滿足需要，盡量減少滿足想要，係嘛？捱10年，等你生好多仔出嚟去揾錢啦，咁你就可以唔使咁慳啦，就可以咧點啊？滿足更加想要嘅嘢，或係為神嘅角度咧可以做更多，奉獻更多啊！有時間去做更多侍奉嘅嘢。世上冇免費午餐嘅，要財務自由，短期之內一定要緊縮開支，學識投資啊！就因為咧，如果唔識投資咧，可能將你賺到嘅錢都蝕埋。一定要識投資先能夠相去揾錢，就唔係蝕錢係去揾錢。好啦，咁跟住講埋呢個咧，就係消費同埋即係話講咧揾份好工啦。嗱，咁啊人都唔同嘅。好啦，咁跟住講咧就係點樣能夠賺咗錢之餘咧係去減少消費，係增加儲蓄。好啦，點樣做錢咧？就係要改變新方式。如果你月入3萬，你用一個4萬蚊人工嘅人嘅支出嚟到開支，你每月又要赤字1萬。但係如果你用緊一個2.5萬人工嘅開支嘅家庭嘅支出咧，你每月就可以儲到錢。所以有好多人係點話？喂，我即係賺咁少錢，哇！又成日去旅行啊，又多去讀國際學校啊，咁你梗係唔夠錢使啦，係嘛？其實到津貼學校啲老師一樣教得好好㗎，係嘛？呢樣做得好好咁樣。所以其實咧第一件事，我哋咧要改變新方式。好啦，要第一件事咧要做預算，就話我賺到筆錢，我要我要交租喎，我要俾家用俾屋企喎，仲要俾養我爸阿媽，仲要養奶奶啊，住上啲好多人嘅喎，係咪？4大長老啊，住上啲咁你俾錢去使嘅喎，係咪？好啦，咁你咧要咧將佢分別為聖，預先將必須要開支抽起晒先，剩低嘅錢，原來我得翻1000蚊。咁一個月就要點啊慳啲使嘅咯喎，可能只可以食2餐飯嘅喎出街，咁啊其他唔可以去嘅咯喎，係咪要記低邊啲突然間你以為唔使用嘅錢用多咗，注出啲咩啊？要記帳。好啦，出嚟之後咧分別為聖，先攞起晒必須開支，同埋你要儲嗰筆錢，剩低嘅先要去使。如果唔夠錢嘅，就要諗下點樣能夠慳啲邊啲嘢啦。好啦，其實咧正話講咗，要滿足需要咧唔係太難嘅，問題我哋好多時係滿足想要。譬如其實食係必需品嚟嘅，但係你可以食30蚊嘅涼餸飯，一樣好好味。亦都可以食800蚊嘅自助餐，食完之後仲要揞住個肚，好辛苦添。因為你咧去到食嗰陣時，哇！俾咗咁多錢，幾大都食啦，塞得落嘴嘅就係咁塞到嘴嗰陣時嘛，哇！仲有嘔啊，成本人唔開心，係咪？咁所以而家我唔食自助餐，因為好辛苦。好啦，咁啊食得豪嗰啲係咪？好啦，咁我都飲咖啡嘅，不過我飲2蚊包嗰啲31。咁啊300我唔會飲嘅。好啦，咁樣咧可以讀直資，哇！仔女要受教育啦。但係讀直資係咪啊？讀國際學校同埋讀津貼學校，咁我都係教津校啫，我都自然唔係教得太差係咪？咁所以喂，佢生一樣咁樣教出嚟嘅喎，啲學生係咪先？好啦，咁所以點解要嘥錢讀直資咧？咁樣佢都要補習㗎啦，全世界都要補習㗎啦。去旅行你可以去歐美，亦都係去大灣區，再唔係係咪啊？去環島一日遊都得㗎，係咪先？咁所以其實要滿足需要唔難嘅，好少費用都夠㗎。問題係滿足係想要啫，係嘛？你1件衫有幾多會難啦？係嘛？咁你譬如你話我買7件上身，7件下身，你就7 7 49，咪7 6 42，有42個配搭㗎啦，係咪先？咁你就1個月都唔使撞衫㗎啦，係嘛？咁你其實好簡單嘅好多嘢都。好啦，唔好因為平抵買而買，好多人買拼多多淘寶，有幾多垃圾你擺翻冇用過啊？係咪先？咁所以你係買必須要嘅嘢，其他就無謂啦。唔好話講潮流用辛苦，電話係我嚟打嘅，係咪啊？唔係我嚟同人比拼嘅。咁所以使乜成換本啊？咪打得出就得啦，係咪先？唔好買車就講出街食飯好貴啦，唔好借錢俾人啦。講真嘅，因為我即係試過借屋啲錢俾唔同嘅人，但係咧結果連朋友都冇得做。我打俾佢同佢關心下佢咋，但係佢即係我追債，直情cut我電話啊，直情冇晒 WhatsApp，乜都即係穿六親㗎啦，冇晒。好啦，咁所以咧其實講真咧，而家周街日日都有人打電話問你借唔借錢啊，所以連我都借唔到啲話，佢就好大件事啦。你話嗱，你冇飯食，隨時上嚟請你食飯冇問題，照顧你冇問題，但係你借一筆錢咧，其實佢係一定好大問題先至要去到，你當然要考慮下，你係咪親戚啊？去到邊咁要睇情況啦。咁呢個審慎啦好啦，咁樣呢度咧唔詳細講啦，咁咧就即係好，咁咧就大家可以好多即係知道啦。其實好多咧唔一定要擁有嘅，
係嘛？講真，會所有幾多人啊？屋企有會所，你走去享受啊！我就好少噶啦，我從嚟都冇去過咁滯。咁你就嘥咗個會所啫，係咪先？咁你去睇日落，你隔離有個海景都冇用啦，係咪？你邊度得閒加班，邊度得閒睇海景咧？咁你假日好輕鬆走去長洲行下邊度係咪？我諗所以好多嘢唔需要嘅。好啦，嗱，揸車係一個好大忌，點解咧？每個月係要用咧5000蚊，包括租車位啦、有錢啦、維修保養啦、住嗰啲邊？我問過好多人啊，每個月咧開支要5000蚊。你知唔知你20歲開始揸車，每個月用咗5000蚊去供養你架車係嘛？買車容易，養車難。正話講咗你泊車費、油費，仲要因為你有架車，你就唔會唔用佢，你又專登星期六、星期日走去揸佢啊，去到好遠玩啊，住咗又嘥多娛樂費咁樣。你朋友夜晚走攬咁樣去宴會，喂你有車喎，車埋啦咁樣，哇咁你又唔知到幾多點翻屋企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你就花咗好多錢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仲要喎，你咧擺低個家人去食飯，你要揾個地方泊位，行翻去係嘛？跟住行翻去酒樓食完飯啦，未食完之前走去攞架車，你諗下你係益咗你定係害咗你？你話你失手還唔仲好係咪？好啦嗱，如果你咧20歲開始養車5000蚊一個月，我嚟養架車就唔夠去投資咯喎，回報率10%咧，你退休嘅時候咧冇咗3100萬。好啦，如果咧係你識得投資係20%嘅，你冇咗幾多啊？呢個8萬呢1000萬係1000萬8億3000萬，你為咗養架車，你冇咗8億。OK，如果你20歲，好啦，每月冇5000蚊，呢5000蚊嚟投資，生咗個仔出嚟，可以賺好多錢。OK， 好。信用卡，知唔知信用卡 minimum 嘅消費㗎？係呢一個30% 以上嘅利息。即係話講，哇！我投資都還唔到30%，點解信用卡公司肯俾你係嘛？肯借錢你使啊？原來我哋咧用信用卡咧識得用係好用嘅。我今個月用咗錢啦，好啦，截卡數，然後佢就再寄封信俾我，1個月之後找數，係嘛？咁即係話咧，我碌咗張卡，佢截咗數啦，跟住咧到要找數咧，有成個半月嘅時間。咁你個半月，但係其實講真，你使咗個錢都要俾㗎啦。問題你就係遲個半月先，唔使即刻俾現金，你個半月先俾啫喎，賺到利息喎。你係即係點啊？就因為你唔使俾錢，你以為不斷咁碌，話你搣下搣下錢，你冇錢啊，你就唔使啊嘛。但係你係用信用卡，你唔知冇咁多錢喎。咁所以咧係用大咗，找唔到數，就搏你係嘛？咁你咧找唔到數啦，你找 V Pay，咁就點啊？只要由你之前嗰個嘅利息咧就由你，如果找 V Pay 咧，由你借錢嗰日開始計數㗎喎。如果你咧係點啊？每個月清數嘅，冇錯，你就可以將你今個月消費啦，截咗數之後1個月之後俾啦，咁你就個幾月，即係話你而家俾錢可以俾現金。好啦，你用信用卡咧就可以個月先有先俾，但係遲咗個月先找數，有咩用咧？你都唔會慳咗一串收利息，利息個月冇乜利息喎。但係因為你遲咗找數咧，你唔知道咧到臨尾咁多錢找數咧，你用大咗好多錢，係嘛？咁你找唔到數咧，你要俾好高利息，而利息係用30幾%計嘅。咁我唔詳細講啦，成塊大家應該都知道點用。咁所以咧唔識用信用卡，唔能夠慳住使嘅就唔好用啦，因為遲早要找數。所以點解信用卡公司又送迎新禮物，又借錢俾你使，跟住又儲咗積分之後仲可以換禮物，因為可以賺到好多錢，你回報呢咁嘅30%。好啦，咁唔好借貴利啦，因為咧貴利咧喺呢一個嘅法律上定義咧就係收嘅利息超過60%，咁就叫貴利。但係警方話咩啊？真正貴利收你咧係4200利，沒有最高，只有更高啊！最近嗰個案咧，2012年咧就係4200利，你諗下你點還錢啊？所以你欠貴利咧係點啊？你傾家蕩產還唔到㗎，所以要吸血鬼，你點還4200利啊？冇可能㗎，咁所以咧寧願點啊？破產都唔好借貴利，唔好賭博。知唔知咧？香港咧投注站咧，你賭馬係政府先攞你嗰個嘅投注額嘅72.5%至到75%，即係話你攞100蚊投注，佢先攞72蚊。你諗下，你得20幾蚊投注，仲要點啊？冇錢賺嘅喎，係邊個差程就贏咗我攞走啲錢嘅喎。咁所以你係咪輸硬？你一俾政府攞72%啦，賭波先攞政府攞50%，好啦，六合彩攞25%，仲要政府攞完之後點啊？賽馬會扣完成本之後，人工好高彩呢啲人，好啦，仲有錢做前線事嘅喎。咁你諗下得翻幾多錢分俾你？係嘛？好啦，咁所以咧，仲要點咧？就係話係 zero sum game 嚟嘅，即係話其實賭博啲人點啊？大家投注
係將呢個咧政府攞走咗啲錢，馬會攞走啲錢，就剩低啲嗱你猜前頭邊個贏咗就攞走去啦。即係你嘅賺就係人哋嘅蝕，唔係 create 出嚟嘅喎。咁所以咧，記住你贏幾多就係另外一個人損失幾多，係嘛？你嘅贏就係人哋嘅損失嚟嘅。咁你安唔安心咧？係嘛？你賺咗啲錢，跟住嗰人要賣妻賣佢跟住打劫諸如此類。好啦，同埋有賭性啦，錢來得易咗去得快，係咪魔性嘅？好，咁所以咧，如果真係忍唔住嘅，頂多買10蚊六合彩就唔好傾家蕩產走去買其他嘢啦，係嘛？如果幸運之神係眷顧你嘅，10蚊都中。你唔幸運之神中你唯息都輸啊！咁但係其實你如果信有上帝嘅，咁上帝會俾你咧，你都知啦嚇，所以費事講啦。咁所以咧就即係，如果你真係我走投無路，我真係冇錢使啦，咁你就買10蚊搏下就唔好賭生活費增加。好嗱，咁咧去到呢度先，因為呢度簡單講咗一隻咩咧，就係原來我哋嗰個負擔真係好沉重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咧唔單止要應付生活開支，因為好多人都係唔夠錢使嘅，仲要應付埋退休。好，而有人成功嘅喎，成功人點解會成功啊？就因為佢儲錢，佢咧係盡量儲錢要慳錢，另外要將去投資，咁就好多投資冇得變錢。咁我最後講咗就係要慳錢啦，一定要慳嘅啦。定時點樣投資？下一部分咪講啲嘢，我先休息5分鐘到10分鐘啦。